23早起，这高雄前镇发生一桩坐货人赛车的交通意外。一个78岁查甫人赛车，甲计程车相撞了后，搁再撞入去人的邻家厝，造成一人受伤。驾驶是无驾酒，警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。最近这坐货人赛车的议题引起大家讨论。高雄市政府是推出抽奖，鼓励满75岁老大人去甲这驾照注销。 监视器画面翕到57岁姓曾的运将驶计程车来到路口，准备要正决。不过78岁姓张的查甫人驶的黑色轿车，就安尼直弄过来。相撞了后，这台黑色的车唔那无动落来，佮弄入去边仔的人家厝，造成73岁姓白查甫人刺伤。警方讲，两台车驾驶拢无受伤，嘛无食酒。意外发生的原因，佮需要厘清。其中计程车运将表示，黑车驾驶可能是甲油门当作动啊打。进去以后。 还在踩油门，还赶快叫他停熄火。来到这边，他看到车子的时候，我的明显的那个感觉，就他自己惊吓了，然后就自己不知道要怎么办了。 细张的驾驶家属表示，伊无高血压，嘛无忧痕，驾照嘛是拄换无偌久，平常时赛车拢正常。这摆可能是因为常常看到车紧张，维护环境才会弄起哩。这几天因为三劫的事件，也有侪伙人讲有适合赛车的议题引起关注。高雄市交通局即摆推出缴销驾照换抽奖的活动，鼓励75岁以上的时代将驾照缴销，出门换坐大众交通工具。交通局表示，民众只要把这张自愿注销的册计写好，甲驾照做回寄去监理所，完成注销证书，就会当参加抽奖。 即日起至114年7月31日止，年满75岁以上长者，只要完成驾照缴回，就可以获得100元的商品卡，还有机会抽中价值新台币1600元的最大奖——台湾铁路周游券 TR Pass 5日票。 交通局表示，人若有血、目睭健康，拢会退化，环境嘛变慢，这拢会影响到赛车的判断。因望透过抽奖活动，会当提升侪伙人缴销驾照的意愿。记者柯家族邱朝阳、郭永昌报道。